后来，搁来乡亲啊，敢真正就像俗语所讲的“无仇不成父子，无怨不成夫妻”。这个高雄的林雅区一个太太，平常时啊，就甲翁婿拍不无，加上怀疑这个翁婿伫外口有查某，就去买通2个未成年的少年呢，拿这个开山刀，甲翁婿来刣死。啊，这个刣人的少年呢，互警察抓起来了。2个人拢讲是互这个太太甲因使弄诱拐。 讲事成了后，要甲伊翁婿保险金分互因一个人10万块，讲因就是去互卖血，才会犯下大错。画面当中，这位查甫拄下班准备牵机车，后壁阁对2位摕刀仔的少年人，双方起口角，想袂到少年人竟然摕刀仔对查甫的红棍扑落，随刀走。事发了，救护车到现场，甲查甫人送病院，不过要是无命。上都是血啊，而且嘛一刀啊，嘛袂洗，肉拢吐出来啊。曾姓男子下班之后要来牵机车，没想到呢，就在后方这个楼梯口呢，有2名少年在这边埋伏，准备行凶。这件杀人事件发生伫高雄林雅区，下手的2位凶手拢要未成年，警方调查甲2个人带转来侦讯。 根据了解，是受人指示，指示的人是死者再婚的太太，姓杜的小姐。记者嘛来问死者的后生，我只听到一小段，他说这几个礼拜会出现命案。2礼拜前，爸母协调离婚，后母讲这句话是要无想伤济，想袂到发生命案。警方事后了解，姓杜的负责人是先找厝边请来搬厝公司的2位少年，讲事后会使甲先生的保险金分互2个人，爱因动手杀人。婚因翁搁外口有查某。 爱心，伊讲准备2个要拢要有死。拢叫因去甲教训一下啊，啊那迄个教训了会还钱安尼。开钱害翁案，2位16岁少年人也无伤济社会经验，为着几十万，就替这熟悉2礼拜的杜姓小姐刣人犯下大错。